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小朋友，来，行，你敢知啊？内面有啥？九芒星，啊，还有啥？宝藏。所以你今仔日是要来找九芒星，还是要来摕宝藏的？摕宝藏的。好，啊，你今仔大家好好表现哦，九芒星有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九芒星，要开智慧，爱找智慧之神。九芒星，你敢有互我惊到？无。哈！我规个落惨，我想讲哦，要甲恁吓惊，结果无甲恁吓惊到，代表恁的叫小真好，恁非常有胆量。小朋友，我来问你，恁平常时会惊什么？我上惊我的阿母，你上惊恁阿母？我上惊家蛇，我上惊鸟鼠，鸟鼠最恐怖。我上惊蜘蛛。安尼大家哦，拢是非常勇敢。那呢，即马提出恁的精神，野狗开力，大声讲出恁的队名。我是家人新式队出发。欢迎光临。小朋友惊你哦，那我来摕宝藏。有抓你狗粮啊！我抓！莫来啊！那是假。你讲啥？你讲啥？来，那是假。那是假的哦！哇，真正是假的，哪敢蒙仔样啊？对啊。哎呦，是假的！我掠起来看卖，哎呦，原来是假的，可能头前无说你搞着啊。头前像遐尔勇敢，甲我讲这是假的。啊，幸好啊，互安尼接尾送你啊。抓汤是吧？互你通啊做抓汤啊！你勇气真好咧，竟然有看的，啊知影这是假的。啊，若真正的抓，你敢会惊？会。会哦。哎呀，有一寡物件，咱大家拢会惊。啊，毋过咱去试，啊，有个人的胆较大粒，有人胆较细粒。今仔日就是要考恁甲勇敢有关系的题目。来哦，有信心无？我来非常有信心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！好康斗相报，一个人先投球，球入空；另外一个人讲题目，其他队员球台，甲球扔去答案迄空，看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箍箍。恁敢有法度来过关呢？咱来去讲到勇气，大家敢有做过啥物真好胆的代志？你做过这件代志你感觉我足好胆的。亲像你会惊加抓是无？对啊。你敢捌拍过加抓？无。无。伊唔敢。你唔敢哦？你若是拍过加抓，你就是做过真好胆的代志。哎呦，咱呢，我来这边。10，你是惊蜘蛛哦？对。你捌拍过蜘蛛？无。是捌掠过蜘蛛哦？细只的。细只。对。你这嘛算真好胆的代志啊！最厉害呢。亲像我唔敢看鬼仔片，有一天我也去看，我就足好胆的。毋过我到即马拢唔敢看。会惊。如何呢？无，敢真正无？你惊啥物动物？鸟鼠。鸟鼠哦。有一天你若经过，真正会想要试看觅，甲掠起来。无。安尼是正常的，这正常。好哦，你即马就真正的考验要来啊！准备接招，现在个。好，第一个题目开始牵球。好，手较悬的，继续。过来，来有啊！有啊！去海边啊，
代志。要选哪一个咧？看好真少，看好真少。会使做的代志，海边啊，海边啊，倒一个，倒一个。你要选择伫倒位头前哦？哦，要掉啊！无，那个陷阱内面啊，继续。加油啊！看起来已经有一个方向啊，就差一撮仔尔。豆豆来，要掉，嘿，慢慢来，哎，哦，厉害！第二个开始，这空有较细哦。过来，继续，动作较紧的。有。第二个题目，暗时听什么故事足恐怖？什么故事咧？什么故事？哎，好，选掉啊！好，一题。第三个，这叮当哦。叮当你哦。要等3号。看好准，林东平，哎呦，厉害！倒一项物件有链仔？哎呦，看好哦，倒一项哦。好啊，说动啊，较紧的哦。加油！伊文你讲啥？时间要到啊。互你哦，来，互伊文啊，伊讲求互伊就对啊啦，交互我。来，加油！紧，差一点啊！加油！哦，伊文，加油！时间厉害！哦，这组的配合了真好，伊文甲生活互相鼓励，迄种感觉哦，看了真好。到底钓到几题咧？现来甲。有3题，恁感觉会钓几题？ 2题。哎呦，拢知影。拢知影呢吼，嘛唔知影，咱来听看觅啊，做伙甲念出来吼。而且恁头先恁两个配合了真好，咱来看觅第一个题目是安怎念？去海边啊，会使做的代志，会使安怎唱水味，还是爬山？唱水味。无唔对，恁选的嘛是唱水味，无唔对。好，第二个题目，暗时听什么故事足恐怖。什么故事？鬼故事。还是迄是鬼？鬼，听鬼的故事，较袂足恐怖。一块鬼，真好食，伊放伫遐，暗时的时阵，就去互队长食去啊。是我嘛？嘛袂恐怖吼。好，宝贝。所以恁选的是鬼还是鬼？鬼。哦，恁选的是鬼咧。哇！是鬼。因为后壁迄个音是 I 甲 E 啊，恁选到的是 E， 就变鬼。啊，因为即个拼音哦，迄差分啊，就差真济安尼哦。KUI 甲 KUE， 鬼甲鬼，鬼。E 甲 A 就有差别啦。安尼即摆学着，当就知影哦。好，安尼第三题，做伙念。倒一项物件有链仔？哦，倒一项？厨房无唔对，恁选的是啥？厨房。安尼就对啊，厨房嘛。头先咱看到下骹是纸棒，就纸箱迄种纸棒。好，即摆恁拢总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。袂歹哦，真厉害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恁来甲。爱讲才会赢，3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想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摕。第二阵换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嘛会当摕到金箍箍。准备接招啦！讲到勇气啊，我就想到咱细汉伫学骑脚踏车的时阵，迄头起身啊，真正足困难的。毋过你跋倒，搁爬起来，跋倒搁爬起来，学晓的时阵，迄种成就感就真好。你搁会记你学骑脚踏车的时阵无？我袂晓卡。你袂晓骑？我搁咧学。你搁咧学哦？我是讲你头先点头点到亲像你已经足够骑啊，毋过搁咧学就对啊。对。你袂后练搁有插2练伫边啊？无。3连车。我变3练车无？搁在学就对啊。语文你会晓骑无？会晓。会晓。你当下你学的时阵，敢有拄着啥物困难？会跋倒。会跋倒吼。身躯敢有去刺伤？有啊。有吼。这深哦！你等下你小耍位者，大家看者，你看，真正刺伤刺到安尼咧。恁拢会晓骑无？
会晓。会晓会。啊，好，即摆要来考恁第一个题目，听好真少哦。请讲出“车”这个字的名词。准备接招，现来噶。汽车、拍火车、哎呦，真牛哦！公车、公车、五分仔车、五分仔车，哦，你倒一个年代的人啊？好车、好车、警车、山石车、哎呦，山石车，拍仔仔车、哦，知啊。厨房车、好，救护车、救护车、车、钢钉车、工程车、钢钉车，拍火车、啊，拍火车讲过啊，等等，游览车、有游览车会用的。火车、火车无啊，火车不会使，会使，会用的，会用的。啊，公车啊，高铁袂用的，车高铁。哇，火车头、火车头，对，名词就会用的啊好。伊火车嘛，火车头，火车的第二节，火车的第三节。火车第三节，袂使啦。哦啊，哦，14题哦。好啦，换咱啦。换你啊，哈，第一步就是讲出有气这个字的词，有气哦。脾气啊，冷气，哎呦，脾气冷气，这个是真敢若多呢。袂少，啊，毋过敢若想袂出来啊。绕开，好，有够。开始哦，现来个勇气，气味、厉害，空气，空气，元气、元气，气死人。其实哦，淡薄仔会使嘛？受气、秀气，生气。哦，气功，哈嚓！哎呦，你是不是太假死哦？福气、好气，冷气，冷气啊，冷气，好，而且喘气、哎，这嘛会用啊？气哦气，啊，哈哈哈！气力。哦，换这个字。天气，哦，真好哦，我这真讲了足济呢，搁有啥物气？这摆想会开，无开啊，袂使，无开袂使，想话时间到无啊！开袂使。我已经尽量，我头先有讲4、5个啊吧。气噗噗，气噗噗，气象、气胸，气象，嘿啊，恁拢足够的。好啦，你个讲好，你安尼一直讲话，我会生气。有真济，好，真厉害，2关拢过啊，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啊，马上进行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卡。选你无毋对，这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色色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。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唔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有一项运动算起来足歹哦，啊，毋过有小可危险。啊，毋过只要你有勇气甲平衡感，你就通啊算了足好。啊，算起来哦，你就足有成就感。到底是啥物运动？准备来看，现来噶。他拄啦，哪会有人飞过？哦，原来是咧耍厨房嘛。这群人哦，逐工拢咧对抗重力，各种厉害的动作，拢靠因袂倒哦。原地起飞、翻越、飞跃，真侪动作哦，拢是毋知影练过几啊摆，才有通遮尔熟呢。毋过练习进前，爱先有勇气，
若是无胆，可能连踏去你厨房拢有困难哦。讲到胆，恁敢知影“胆胆”这个词是啥物意思咧？担担是啥物意思？厨房恁敢有算过？无。哎呦，现神伊才有练过，迄练甲两个骹头拢要断去啊，喙鼓鼓。因为迄真正的时间你练，你定定去拨，去写，就为着要学一个动作，所以无遐尔简单。足危险的。有淡薄仔危险，毋过你就是要有勇敢。到底担担是啥物意思咧？白雪雪，红记记。白雪雪尾头讲到尾，你考试绝对袂吊车尾。这句话意思哦，就是讲人会惊的意思。做一件代志哦，竟然要用到2粒胆，真正有够无胆的啦！安尼你知影无？担担就是无讲人无胆的，就对啊。对，要用到2粒胆。哦，所以担担安尼。对。敢安尼咧，红记记。听爸讲大代，听翁遮厉害，翁记记来讲，互恁知，这个意思就是咧讲咱人足有胆量的意思，人有2粒的胆，所以不管伊做啥物代志，拢袂惊哦。哎呦，安尼就是颠倒饼啊！一个讲伊足有胆，一个讲伊足无胆，到底担担是足有胆，足无胆？谢谢。嘿，迄你感觉是谁讲的较有道理？白雪雪。是安怎是白雪雪？担担，是会惊的意思。捌听人讲过吗？有无？一定。你咧？我嘛拢是白雪雪。白雪雪。为什么是白雪雪？因为红记记讲，就是一个人有2个胆，拢袂惊，但是一个人一定会有惊的物件，所以。哦，你莫甲我骗呐！想要选白雪雪，请举手，4票。 4票，加1票你。我改站车，有胆量的。好，你有胆量，你敢跳出来家己发声。对。所以你选的是白雪雪。敢安尼？了好。所以你选的是白雪雪。敢安尼？ 了好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咱即摆就来甲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担这个字嘛，因为真侪字拢有白话音甲文言音。若是白话音的这个胆，就是好胆、大胆、无胆，拢是白话音。若是文言音呢，就是胆胆、胆量、胆识，这个差别有点胆甲胆。 就白话甲文言，安尼就听得出来啊，知影无？知影。知影好，来看卖第2题，起来个。伫块房仔4粒咧哪，徛伫咧顶悬哦，毋若需要勇气，阁爱知影安怎保护家己。市面上足侪房仔，上好要买上买买到迄阮讲的迄种佚佗物仔。 上好是要去专业的迄种房仔店内底去买专业的房仔，上重要的是找一个有经验的人甲你教，这才上安全的。耍厨房，保护家己的身躯，这是上重要的一件代志哦。这就互我想到一句古早话：“一夜丰身己。”恁敢知影这句话是啥物意思咧？一夜丰身己，这句话是啥物意思？一夜丰身己。 哦，来，白雪雪红记记，非常的简单。这句话意思哦，就是讲哦，你若是拄到啥物代志，一定要先保护家己。你连家己拢无法度保护家己，你做代志哪会成功？安尼你知影无？哦，红记记安怎讲？这毋是伊讲的安尼咧，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讲，只要咱人若有一个专长的功夫，就袂使保护家己，免互伊咬死咯。哦，听起来敢若嘛，一个专长，就会当保护家己袂咬死。袂咬死。我感觉是白雪雪。白雪雪，有人讲白雪雪，有人讲红记记。伊问你咧，我感觉是红记记。是安怎是红记记？ 就因为你可以也去表演诶，趁钱。专长，学一个专长嘛，会当趁钱。对啊。一定的。一定。我感觉是白雪雪，是因为你家己拢无法度保护家己，你爱安那去保护你爱的人。
吼，你上爱好人，啊！你上听看觅，你上爱的人是啥？家庭厝内人，调出来的人，阿hen呢？如hen，我感觉是白涩涩。白谢谢，新好咧，我感觉是白涩涩。白谢谢，诶，来投票者。投票者哦，搁想看卖哦，白色的请举手，保护家己哦。诶，啊好，啊好，豆豆压起来。三票，金币再见咯。红记记的请举手，敢咱一票。诶，哦，新好，也两解手，所以搁确定者，搁一届哦，是我清楚。你要红记记，啊，恁两个共款白谢谢，对。我感觉有一个专长，你会使趁钱。啊，你若趁钱，就会当保护厝内底的人，袂互伊咬死。哦，有道理哦，一定想看卖哦。想要选白色色的请手，一走票。票，那会去投票啊？好，手看，想要选红记记的请手。对，三我唔票对，就是一定有去用说去，嘿，好袂要紧，安那。相信家己，勇敢的做选择，所以恁选的是。红记记。敢安呢？哎呀！来讲相信我对啊，吼。这句话其实搁有后一句。咱第一句是一个丰心计，十月久不成。这个意思就是你讲吼，有一个人啊，伊东拢会晓啊，才学一挂，遐学一挂，啊，毋过拢无精啊。就是拢无家己好啊学起来，就是大家拢会晓，啊，毋过无学甲足厉害，啊，你只要有一个功夫学甲非常的好，你就袂摇巴肚。啊，啊，这个意思啥？嗯，来，你拢总得到两题，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好啊，有两个半的金箍箍，有两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摕到无？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宝藏啊，宝藏，你伫倒位？恁感觉伫倒位啊？长尾山牛。佫是长尾山牛。对。好，你有两届的机会哦。既然第一个金箍箍要留长尾山牛，请起来。啊！长尾山牛康康。甲你讲可能会煞位。安尼第二个机会，九号哪里？几回咯？九号。九号。九号。就要敢面看卖无？对伊啊。就伊啊哦，确定无？确定。好，请起来。哇！厉害，颁奖！哦，头仔摕到杜定的机器人。哇，就拍就拍。哇，杜定机器人，敢有摕过这种礼物？无。哦，真正有厉害啦！真正因表现了真好，才有这个机会摕到。对。平常时拢甲送讲台语较济。阿公、阿公、阿公阿嬷，万年的阿嬷，万年的阿公，万年的阿嬷，嬷对啊，你就价值啦，对不对？对。赶紧甲阿公阿嬷斟一个。好，真正继续讲台语，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欢喜二代。